哦，你看，哦，那个白鹭鸶田里面在松土呢，稻田的松土快要插秧了。农历4月早嘛，现在农历11月份了。以前插秧很辛苦了，那个水把低头便见水中天，你看手把秧儿插满田呐，低头便见水中天呐。六根清净方为道啊，退步远乃是向前啊。农村曲要唱说那个为着过三顿啊，唔惊馋水冷生生啊。农历11月前几天才超级大，冷气团啊下要很牛急冷到那个头都要包那个毛线衣、毛线布啊，毛线衣那种布料，整个盖住，剩下那个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那个位置，那多冷啊！要擦环水淋油膏抗黄皮肤那个干痒，要用环水淋油膏照顾皮肤。天气冷，然后那个插秧是不是很辛苦？以前的农人啊，农夫那么冷的天气还要脚泡在水里面，那么冷的冻到麻木了，都麻掉了啊！唔惊馋水冷生生那个能够吃到米饭，得来不易啊，多辛苦啊！